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红龙独界几讲便宜。台湾咧对太平洋关键嘅卫所有武超警告，所以咧系鲸豚类动物侵蚀到孤性最好嘅天土卫所，所以咧个鲸豚嘅生态嘅非常嘅丰富。喺全世界咧90兩種嘅鯨豚動物地圖咧，有超過30種。意思係講，有3股嘅鯨豚動物會出現到台灣嘅海域。台灣咧今年咧非常嘅關心海中嘅垃圾、海洋嘅污染會影響到一啲海中嘅生活。不過咧，大家可能唔知，其實所以就會造成海中生活都嚴重嘅影響。講到呢一邊咧，個鯨豚咧，佢哋唔會講話，容易嚟表達佢哋嘅心聲咧。基本呢，呢個透過咧博士公園紀錄片嘅討論，嚟研究鯨豚20年嘅專家。發揮真正嘅專業對簽到答案，向下來看呢啲嘅紀錄片，傾至上。准备好10秒，大家感受一下啊。有一些声音不用太大声，就可以让你整个压起来，那海豚会吗？要先装小时吗？因为怕大只来不及。好。跟我先慢。好。池子不要那么远嘛，后退一点。不要不正。好，我这边先。好。对我来讲，海豚是一个神秘的生物。当初在大学要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会做很少人做的事情，好像研究海豚可以达成我的梦想。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很少人知道台湾海豚相关的事。那身为一个兽医师，我可以在海豚身上贡献什么？比较一下它的旁边，看看是不是一样。这个嘞。就知道比较方便的是这个跟这个的中间。海豚跟人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住院的时候它不用躺着，但是海豚如果今天晚上就躺着的话，它就会躺到最后。可是今天晚上就是要拿你的命来换它的命了 ，OK 吗？他说我刚刚说开始紧张的时候，积极的社交舞蹈。
海洋保育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平常看不到它们。所以我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事实报道给大家知道。所以这个鼓炮里面的这个构造跟完整性，就是让我们可以评估它到底有没有因为声音而造成它搁浅。当我的眼界不够广的时候，我就只看到了一只受伤的海豚。但是后来眼界开始变广的时候，你才会去想说，那这个伤是谁造成的？来这场你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同乐吗？待会外国表演节目当中有相关。等一下应该就是这样绑起来。这个高度的。但是它这个一定会垂下去啊。那我这样好。现在录的这一段主要是录外面公海豚的状况。我们看看是不是录个50分钟。好，放1/8。我没看过这种。之前有一个海洋公园，他们放水下录音机，然后发现海豚在发 click 的时候啊，然后它直线游的时候就没有 click， 它一旦转弯就会立刻发。它这个是应该可以对得到时间，如果要 click 是刚好在转弯的时候这样子。你要知道它多大的音量会紧迫。那你要先知道你怎么测量这个紧迫，那个又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而且甚至你懂得越多之后，那个好奇心就会越多。所以我常跟学生说，就是做海豚，就是你不怕没有题目，因为什么都不知道嘛，不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成绩表上2.7、3.2、3.0。接下来我会先请就定位。所以太太不介意你在旁边工作吗？人在心不在，这样子算是会介意吗？我也不知道啊。那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是他小学1、2年级的时候，说：“爸爸，你是医师吗？”我说：“对，算是吧。”可是别人的爸爸是医师，他们家都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家不太一样这样子？因为以我的学经历来看，我应该就是要去开动物医院，是一个最正常的生活，但就是不是这样。刚机准备，刚机准备，8分钟要拍清楚哦。好。整个肿起来，充血，然后你看这个，那个白白的不知道是什么。对啊，麻烦你找一张 OK 的。对，因为很暗了。那要不要再拍一张？你看这个。还好啦，你上次缝过，这个没有缝。我们对海豚最大的误解，就是我们误以为海豚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活，而且它们活得很开心。但如果是问我的话，我会跟你说，我一点都不想像台湾的海豚一样在海里面生活。我们曾经在海豚身上发现了杀虫剂、抗生素，甚至是我们在猫身上才会发现的弓虫。当然不是一只猫到海里面去游泳传染给海豚，而是我们这些废水的排放的量实在太大了，大到连海豚都可以受到感染。那样子生活在海里面实在是太辛苦了。下面要那个。
就当然就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塑胶类的漂浮在胃液里面。那放着不要管它，有可能造成局部的阻塞，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它解决。然后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会有风险，如果发生什么事是有可能，那可不可以不要做？就不会有风险了，就会觉得就不要做。我自己过不去。也许它这个品种应该要再用更低。那我们兽医师能做的就是把它完整的描述，包括它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在一些场合可以告诉其他的人，他们不会再做一样的事情。就是骨头就是有病变，然后对过来这边就是那个小。所以是太饿才吃还是什么？不太确定。还有这么一大坨塑胶的。这边怎么摕？这手无法度摕吧？用手。嗯，用手直接拉。天哪，我这样拉就要快断了，那到时候真的掏怎么掏？这是塑胶袋，它就是就消化好。健康。就塞住。10几年前，我们就常常被民众问我们这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台湾的海豚搁浅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的鲸豚死亡跟人类的活动是有很大的关系。可以播了，可以。开始。旁边的应该也听得到。我来加一些，试试看。然后我们先不要拆掉。有抗拒。有没有看见是好像有点身体的那个动作看起来是有东西。因为它频率会越来越高呢，高到130、150这样。我们现在不是都是说我们的打桩噪音已经降到很低了，但是听力不受到影响，不代表你精神上面是没有压力的。可是不是说不要盖，而是说你要怎么盖，才不会让它有精神压力。所以我们才会花了8年的时间，从完全没有任何 data 到知道它多大的音量会紧迫。谁会笨到花8年去做这种事情？这里应该是他生前的撞击跟伤害，所以这里是主要的伤害区，就是在头这个地方。在之前台湾的研究，如果要让这个白海豚持续存活很久的话，那么每7年只能够少1只。
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台湾的白海豚数量可能在100只上下，大概7、8年之后呢，下降到只有60只到50只左右，所以它下降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这些伤痕呢，不是这一只白海豚遇到的状况而已，而是我们在台湾的白海豚都很常遇到的这些威胁。台湾的白海豚有80%身上是有这些异物的缠绕的伤痕的，里面有60%呢是有皮肤病的。那这些皮肤病呢，并不是说我们海水多么的脏导致的皮肤病，而是他们的身体的体质已经不太健康，导致于它会产生这些皮肤病。8个，带头发，带头发，来，我们直接上来哦，1、2、3，头来，好啊，小心嘴巴。没有，这样不好吃，我这样用红漆的，这样灌起就应该可以吃了。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没有这个。先讲，等一下的第一个先很快的量一下 blubber。刚刚你们记得3号是不是 CK 比较高啊？我这边都没发现。我记得有一只 CK 特别高。它是母的吗？对啊，这只确定是母的。因为那个是脐带啊。小孩大概这么长。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只的肾脏，然后我们看到了诡异的东西。那黑黑的是？你应该要这样子拍，就是拍到一堆这种东西，然后就整面的这样子。不好意思，里面有一只海豚，它一直在躁动。它有在抖的，等一下收一下看看有没有很多干扰。我猜很大的几率他会安乐死，他不会好，他就是紧张到死啊。然后就是假设这只我们要诊断为潜水夫病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因为这个决定如果下了之后，我们接下来的决定就会是，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办法逆转的，人类目前无法逆转的结果，这样。1974年、1985年、1988年都有这个搁浅的事件，而且这个搁浅事件呢跟什么有关呢？我们附近的军事演习，那这些物种呢，我们解剖的时候发现，脑部的血管里面有气泡，那就是潜水夫病啊。那你想说，海豚怎么会得潜水夫病？那个中频声呐跟中低频声呐那个泡的都很强那个声音对他们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它就冲出水面了，速度异常
导致一个不用减压的生物都会得减腿不病。它就是很惨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很紧张啊，会把头抬起来，然后就这样。减腿不病很痛啊，你去问人得减腿不病的时候很痛。强迫换气，塞到水嘛，他现在有东西塞住，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尽量让他的换气的那个声音回到另外2只的那种样子。我刚刚有一件事情要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就是做超音波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着超音波。如果各位没有对他的呼吸的声音有反应的话，他可能现在已经死了。他如果要死，也不是这种死法。对了。各位大家好，我是杨伟成，来自台湾大学兽医专业学院。在海洋公园里面的圈养的平鼻海豚，我们让它暴露在我们打桩的噪音，每分钟大概是45下，暴露30分钟。这些海豚开始出现生理上面的紧迫，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你是用单桩或是用套管式的施工方法，145 dB 大概是范围有多大？很可惜的，145可能是这样。我自己可能也是有种族歧视啊，那个种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几10万只的海豚，你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宽松的标准来对待它？如果你只有50只呢？你是不是要用非常严格的标准来对待它？因为它已经只剩下50只了。3只的头都朝中间，你就慢慢来啊，不要。不要，那你的不要，吃鱼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醒了，他们对付共同的敌人，就是我，3只彼此讲好，就是那个人不要理他。不要这样子啦，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等一下要回家了，我看他眼睛有没有张开。我会跟搁浅的海豚讲话，甚至我还会问他，你要不要告诉我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真的查不出来你怎么了。然后我用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当然这很不科学，但是每一只海豚的眼睛都不一样。有的眼睛甚至告诉你说，你就让我走吧。那有的眼睛会告诉你说，我还想要活下去。看来是有比昨天进步。比如说我在带它的时候，它的比如说主动性都有比昨天进步。刚才大家商议了一下那我们就采取了3只都一起野放的这个想法，就不再维持昨天晚上说看哪一只最差要留下来的情况，因为这个时间上已经很紧迫了，各单位都已经明白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就去做实习的准备了。一开始在救援海豚的时候，经历了20多只的鲸豚救援的事件，但没有一只活下来，可能会怀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不小心就打开了电视，看到一部电影，一句台词，让你活到现在，必定有上帝美好的目的，就是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只要我能够持续下去，有一天也许我还是可以发现到我的价值。
可以哦，1、2、3。有，上来了，上来了，第二只上来了。好，来一只，再一只，2只、3只、13年来很像是一个缩时摄影，我希望再过可能20年吧，我们回头来看的话，我做过的这些事情，是真的对这些海豚有帮助，而不是踩在他们的悲惨的遭遇上所发表出来的论文而已。正常来讲，你要开发一个地方，你应该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你才知道怎么开发才是对的。那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样子做合不合理？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对白海豚的未来当然是只有悲观而已。哇，了解你今届纪录片庆致上金枝深厚，所以大家分享你今本届来宾介绍让片地独界受访者教授，然后你介突然欢迎。大家好，我是杨伟成。大家好，我是导演张宏杰。哇，欢迎两位，真的太开心了，可以看到这个教授跟导演来到这边，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鲸豚，也聊聊这一部作品哈。其实，在看完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啊，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海洋垃圾、海洋污染对海洋生物造成的伤害，其实不是什么新闻我们不会觉得怎么会？可是，在画面里面，你还是看到那个鲸豚的那个胃里面有一个塑胶袋卡在那里的时候，然后你拉不出来，然后再看到上面写上健康2个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揪心。但是更多人是不知道，其实原来声音或是我们要说噪音，其实对鲸豚带来的伤害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真的都不自觉。这是不是也是导演特别选拍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其实我们刚才先讲到垃圾嘛，对，如果我们大众在对于鲸豚或者是海洋生物这几年，好像常常关注到是它吃下垃圾，或者是海龟鼻子有吸管这样子的，或是有橡皮筋，对，比较明显的这样子塑胶或者是垃圾对于它们的干扰。可是对于好像声音对于海洋生物会有这样的干扰，其实好像没有任何的想象或者是体验。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变成说，看得见跟看不见这件事情好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呢，在这几年，其实我们西海岸开始盖离岸风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应该是这个建设过程中的个工程噪音对海洋会有什么样的干扰，而首当其冲其实就是西海岸的中华白海豚。那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拍摄？对，就是建造跟海豚这样的关系。对，那其实变成说，其实打桩有噪音的时候，海豚听到声音一定就跑，那其实不太可能会拍到。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借由像是杨教授的对于就是海豚这样声音的实验，来验证说，在不同的物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鲸豚对于声音的敏感跟影响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刚好有杨教授在做这样的实验，让我有机会把它加入到纪录片，然后结合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时事的一个议题。所以真的耶，如果说杨教授你的研究是早几年或晚几年，导演其实就没有办法拍这一部作品嘞。对，其实说到这个
杨老师其实跟鲸豚的缘分，我觉得是20几年了，有吧？就这么久了，对不对？那时候台湾在2001年有一个阿通伯案件，这台湾的第一个成功野放的一个例子，所以老师算是参与救援，但是也可以说是见证者。对，好，那你看哦，我们这样子一路从纪录片到刚刚导演的分享，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声音或噪音对鲸豚的影响这么大，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象哦，这些声音跟噪音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人类的行为或是人类造成的。是，海洋里面本来也有别的噪音，那像是一些自然的活动，但是因为人类在海洋的利用越来越多，对，所以在利用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的噪音，像是船只的航行的噪音，这个会产生很长期的低频的噪音。是，那我们在海里面还有利用到其他的，像是比如说渔船的声呐，它也是一种声音，对不对？那这么多的渔船用这么多的那个鱼探机，那就是一种噪音。那我们在海里面还会有一些探测啊、爆破，甚至是国防的演习，这些都会产生噪音。那更不要说就是最近在离岸风电的这个开发上面，也会在建造过程中产生很多噪音。所以这些听起来都是人类很自然的一个行为跟很自然的一个活动，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真的就是对海中的这些鲸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我们也是因为这个题目我也才了解到说，哇，原来海中的生物，大至鲸豚啊，小至这个贝类、螃蟹，其实这个声音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说到这里啊，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实那个陆上的生物这研究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对不对？或是天上飞的像雄鹰啊，但是海洋生物的研究是更加的困难。是在你只要碰到跟水有关的，就很困难，就是不是困难而已。还很贵，很贵，对，所以任何跟水有关、跟海洋研究有关的都非常的昂贵。是，像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海豚跟噪音之间的关系，对，那你需要的不是一个一般的运动场，你需要的是一个很大的水池。是，那这些维持都是非常昂贵的事情。对，在技术上也很困难。技术上也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是在海面上要观察它而已，我们要在海面下要观察它。是，然后这些技术都不是我们人类习惯看到的，比如说陆地上我们可以用望远镜，对，我们用照相机，对，但在海里面这2件事情都没办法，无比的困难。对，拍摄上也很困难嘛，因为海豚不会游过来给你拍。你说我们在大草原，我们还可以在那里躲着，对不对？等待，但是海洋没办法，拍摄上也很困难。对，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它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适合它的东西。是，那原本在陆地上这些摄影机，其实你原本就是很怕盐分、海水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要抱着有点报销的风险去做这事情。真的会符合老师刚刚讲很贵，他拍摄的也很贵，很贵，对，抱着那个机器随时会坏掉的这种心情去，对不对？不过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研究鲸豚20几年，老师刚刚说到研究非常的困难，对，其实我们在影片里面有充分感受到老师对鲸豚研究的一个热情，然后也看到他在里面其实态度蛮严肃的，很认真，好，那一块就是他的领域，对不对？大家都不可以侵犯。然后这个学术的研究，我自己的了解，其实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你说台湾有多少人在研究鲸豚，对不对？成为一个研究者、一个科学家，这么孤独的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坚持下去？我想在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面对的是活的生物，对，那我相信这个态度上面是很需要专注，要很冷静，要很严肃，是对它的一个尊敬。对，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些活体生物跟噪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看到在影片里面，我们是非常的专心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经过审慎的一些评估。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些对于它背后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当我们得到这些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心里面的喜悦，以及我们对于它后面会造成的一些影响的那种期待，就是我们最大的回馈。对，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家让我们感觉到就是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然后他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老师你就很兴奋，就是我很辛苦，我很痛苦，但我要去做，因为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然后我经过研究之后，我就好像发现了什么，不管是数据也好。
对不对？然后这对这个社会就能够有一些回馈，是，然后间接带来影响。对，因为刚刚提到的海洋生物的研究是非常的辛苦的，而且可能等待的时间会很漫长。对，像我们在做海豚研究的时候，很长，一个案子就是3年、4年，甚至最长可能8年、9年这样子的等待。你看人有几个8年跟9年，如果你有2个9年，就快20年了，对。不过老师还是非常坚持这一条路哈。通常我们一般老百姓对鲸豚的想象就是有没有它跃出水面的时候，哇，好美，然后那个海面上看起来波光粼粼的，然后大家就好想去赏鲸，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不只讨论严肃的问题，我们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的朋友分享几个冷知识。我自己觉得太有趣了，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些冷知识，我才说啊，原来是这样。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鲸鱼、鲸豚也会溺水，我们觉得它是活在海里耶，对不对？它也会溺水。这个其实要讲到，就是回归鲸豚，它其实跟我们人一样是哺乳类。对。那哺乳类它就是用肺呼吸。对。所以在这样演化机制的话，其实鲸豚会呼吸，它其实是用我们像是人是用嘴巴跟口。那它是用它头上的气孔这样子的概念，对，所以其实鲸豚在受到任何的像是受伤的，或者是在我们刚刚看到搁浅鲸豚，它其实会被水呛到，都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身体不太正常，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就是在水下做一个换气这样吸气的动作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常常跟人家讲说，鲸豚是呛水，很多人会想说它不是鱼吗？对，大家强调一下，它是哺乳类动物。OK， 那换句话说，它如果真的在海底被我们的渔网，或是我们的一些人类的东西给网住了，那它算不算就在那水里就慢慢的溺水身亡？就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被误捕的一些鲸豚，对，它其实很有可能像主持人讲的，它其实是先被误捕，但它最后它其实没有办法进行换气，所以它在水中就是溺毙这样子的。哇。那我要举手发问一个问题，你看，像我们在座的我们，那我们晚上总是会睡觉嘛，对不对？那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呼吸，因为我们的呼吸是我们的眼脑控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好像蛮舒服的这样。那因为鲸豚的呼吸是大脑控制，那我想发问，它要什么时候睡觉？鲸豚如果真的像我们这样子完全的睡着，对，那它就不会呼吸了。所以鲸豚在野外观察的时候会发现，鲸豚它真的会睡觉，它的游泳的速度会变得很慢，它会定时间，可能2分钟、3分钟，它会上到海面上来换气。那你就想说，那它是不是每次睡觉都只睡2-3分钟？对，我正要问这个。对，就上来换气嘛？没有。目前科学家的研究有一个共识，就是海豚就是半个脑在睡觉，然后另外半个脑呢要负责上来换气，所以他们是轮流，左右两边的大脑轮流休息。这种感觉是不是像是我们人类剖一半？就是我这一半先睡觉，然后我这一半先运作，然后我等一下再换这一半睡觉，然后我这一半运作。是，太神奇了。对，这个是我们目前很难去想象，但是目前是推论这样子。对，所以海豚在我们在医学上面，对，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我要让这只海豚，可能我要对它做一些事情，希望它可以冷静一点，对，帮它做。镇静，甚至是要麻醉，对，我就必须要去考虑到，万一我麻醉它，然后它的大脑停止运作，对，完全停止，它就不呼吸了嘛，那这样该怎么办呢？对，所以海豚的麻醉其实是门槛非常高，对，它需要用人工呼吸器，因为它已经完全不会呼吸了，额外的辅助器材，对，额外辅助器材让它可以帮助它呼吸，因为你要让它的大脑完全的停下来。对，所以这个门槛很高，这全世界可能只有2-3个国家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台湾目前不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对海豚要做一些比较侵入性的一些治疗，只能用镇静的方法。对，所以影片当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要麻醉他呢？他这么的辛苦，然后我看到老师一直在安抚他，然后施打其实是镇定剂，对不对？镇定剂。我心里想说，就麻醉他，然后把塑胶袋拿出来就好了。我那时候真的直观是这样想，为什么要让他这么痛苦呢？所以其实是不行的，因为你如果这个麻醉没有做好，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做，他其实你麻醉他就等于让他的整个大脑是失去意识，是休息的，那他其实就会身亡这样子。对，没错。因为其实还有讲到，就是鲸豚跟人的皮肤不一样，他没有办法进行就是缝合手术。缝合手术。OK， 所以鲸豚如果有裂伤，我没有办法用
手术就把它缝起来。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的常见的手术方法，是它比较要像是我们的轮胎在补胎这样子，因为海豚的皮肤就很像是一层，很像是橡胶，对，它是有弹性，但是又很坚韧，是，所以当你把它切开之后，它就会像橡胶一样就崩开了，对，那你合起来的时候，它会漏水嘛，它必须要回到水里面会漏水，所以这个时候要用一些补胎剂把它盖住，但是这个又不是讲的这么简单，所以这些手术啊、麻醉这些门槛都非常高。那台湾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技术，是不是？这是为什么这个杨老师这么喜欢研究鲸豚？你看这聊起来，光这些冷知识就会让我们觉得惊呼连连，对不对？太神秘了，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样哦，我们常常还有大家会说，大翅鲸呢不但会唱歌，而且它还有流行金曲。现在呢？对，我们要绕墙手语改用庆朋友的共下来团一团，你赌这个算是东加群岛录到的这个大翅鲸的歌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好，我先自首。我觉得我可以听出那是高音跟低音，其他的我觉得是一种感受。我们先分享一下，导演，你听完这个歌声，其实差不多了，我也是感受而已。但是你可以听到，其实，在他们的所谓我们说歌声的地方，你好像跟一般动物不一样，它不是吠叫，而是它有它的旋律在，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些情绪。是，那老师。虽然不是很仔细的分析，但是你刚刚有可能有听到2次，它是重复的，2个句子是重复的，是，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它是重复的2个句子。懂，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凭什么觉得它不是叫声？我们为什么定义它是歌声？也算是刚刚老师讲的那种答案。就是因为叫声，它就是一个声音，对，然后它不断的重复那个声音，对，它就是一个叫声。你的意思说像狗吗？就是汪汪都一样。对，甚至蛮多的鸟的叫声，它比较单调，对，但它会一直重复，那就是鸟叫声。对，但是如果你要说有一个动物会唱歌，对，那就必须要有不同的叫声组合成一段句子。对，然后它其实大家认真听，就是它其实是有节奏的。对不对？然后会固定，然后会重复，好像我们唱主歌，然后会有一个副歌这样子，而且是他们求偶行为的一个方式，对不对？就是大翅鲸的雌性的鲸鱼会去当评审，他会去听听看那个雄性的鲸鱼谁唱的比较好，对，所以。那既然谁唱的比较好，所以他们就会去互相模仿，是说，今年好像唱这首歌比较容易获得交配的机会，所以其他的鲸鱼就会记得，说原来要这样唱，那他们就会去学习。OK， 所以每年都会有不同的那个流行金曲，对，成功几率高的。如果以导演跟老师2个人做例子，所以你们2个就会唱同首歌这样子，是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个时候你们的流行金曲这样。但是我们即使唱同一首歌，对，我们效果也不太一样。OK， 对，即使句子都一样，但是那个力道。那个浑厚的感觉，这就是他们求偶的细腻之处了。是，所以那个雌性的鲸鱼当裁判的时候，就是要去听这些声音。是，真的太有趣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刚刚听到那个声音，我自己会觉得哇，好像在海底那种悠游自在的一种感觉，是有一种蛮开阔的放松感。好，我刚才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好，要进入到下一个冷知识，那就是他们用下巴听声音哦，他们耳朵只是装饰是吗？他们没有外面看得到的耳朵，他们外面看不到耳朵嘛？对，我们是用耳朵啦，对，所以他们其实是下巴，他们是下巴在听声音。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下巴听声音，只是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做。像你这样子敲下巴，其实会听到声音嘛，对不对？那古代是不是有一些人，
很厉害的人，他可以趴在那个草原或是沙漠上面，对，然后就说远方有3000骑兵正在往这边来，这是郑宇听吧？他就从这边震动，这里吗他？用震动的方法，对他就说这个是用那种震动，他不是真的听到声音。对，那海豚就是利用这种下巴，因为它没有外面的耳朵，对，它利用下巴这边的脂肪接收到声波之后，然后传到这个耳朵这边来。你看刚刚那个老师分享的时候，那个眼神是有光的，讲得很开心这样子。对，其实从刚才这个我们听他们唱歌、流行金曲的沟通，我觉得都呈现出鲸豚其实是一个高度智慧跟社会化。那我知道导演这边也有一个他们好像很互相帮助的例子，是吗？互相帮助的例子是就是那张照片的。是一只中华白海豚，然后它的上颚不确定是不是像是被船桨给削掉了，所以变成说它已经失去上颚，它只有下颚。那这样的海豚，我们在推测的时候，它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去捕食鱼类。那我们唯一能想到它可以在很多年之后还被发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族群有在帮它捕鱼，然后甚至是喂它食物这样的行为。哇，这真的很难想象，因为你受伤了。对，然后但是呢，我知道你受伤没有办法捕鱼，我帮你捕鱼，然后我喂食你，所以我们可以一起的活着，一起的在海中一起生活。这个是导演分享的例子。其实在影像上面，就是在老导演的作品里面，我们有看到就是有这个鲸豚集体搁浅。那我知道台湾去年的统计，在台湾的海域就有144只的鲸豚搁浅，其实这数量很庞大。那讲到鲸豚的搁浅，大家就会觉得，对啊，他们为什么会搁浅啊？是什么样？是自然原因影响还是什么？事实上，老师的分享是，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受到人为的因素，对吗？是在几百年前的海豚搁浅，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然淘汰。因为那个时候人类对于海洋的影响没那么大。对。但现在我们可以证实，海豚搁浅跟人类是脱不了关系。例如什么？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搁浅了，是不是因为台风啊？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它是不是被渔船给撞了？其实台风跟渔船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台风跟渔船正在很像是筛选这些身体比较弱的鲸豚，让它会被撞到，或是让它可以搁浅。那为什么它会有身体弱的鲸豚，好像跟人类会有关系呢？因为人类会制造污染。那无论是看得到的污染，像是垃圾，或是看不到的污染，像是声音或是噪音，这些大大小小的污染都在海洋里面是越来越多的。严格讲起来，可能就是我自己就已经是一个很虚弱的，或者是生病的、受伤的鲸豚。那所以突然间，如果有一些自然的一些力量，我很容易就被打败了，所以我就搁浅了。然后其实要真的是整个海洋的生态，或是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自然环境，其实每一个部分都环环相扣。另外一个造成这个鲸豚很大伤害的，其实是混货。就是那个渔民在捕鱼的时候嘛，就是假设像如果吃生鱼片，你想要吃那个黄鳍尾鱼很好吃嘛，对不对？然后你一捕一捞上来，很多黄鳍尾鱼没有问题，但是你也捞了更多的这个热带斑海豚，因为他们一起被捞上来了。渔民也很委屈啊，他也会觉得我又没有要捞它，但是我就是捞到了，那它就造成伤害，这个其实影响很大。是本来以前我们人类捕尾鱼是一只一只的捕。就用这个鱼叉一只一只的捕，对，但因为这样太慢，对，需求量太大，对，所以我们直接用尾网让一群尾鱼一起上来，对，所以才会让跟着尾鱼一起游的热带斑海豚被混货上来。对，您刚刚讲的没错，很多渔民也觉得很委屈，这不是我的目标鱼种啊，为什么海豚它就跟得上来，我没有错啊，对，但是。全世界每年有几十万只的海豚，是因为这样子，它根本就不是目标鱼种，它就被渔民直接捞上来。对，而且捞上来之后，也不是说我把它放回去，它有可能因为网子的关系，它就受伤了。对，那也因为这样就变得很虚弱，甚至可能就死亡了。这的确是蛮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美国超市有时候你买罐头的时候，他会写那个 dolphin free 的鲔鱼罐头，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友善这个海洋。他们会让在围网的时候，会让这个因为鲔鱼会在下面，海豚会在水面上，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网子往下压，让海豚可以游出去。所以多花一点工，让海豚可以免于死亡。
对，虽然尾鱼可能会少一点点，对，但是至少不会有那么多海豚。没关系，我们不要吃这么多尾鱼嘛，是不是？对不对？因为其实尾鱼捕多了也会影响到整个海洋生物的那个食物链。其实以后我们就没鱼吃了。如果我们真的很想吃鱼，我们就好好爱惜我们的海洋的这些生物。不过像导演拍鲸豚快10年了，对吧？对哈，然后导演也从来不说啊，我是一个这个鲸豚的保育者，但是他就是很热情的一直去拍这个鲸豚，就是你知道欲罢不能，拍着就将近10年了。对，你怎么样去看待梳理你自己跟鲸豚的关系？我梳理就是常常讲，就是我是热心的民众，对，人家打电话啊，我就只是用影像来拍这些上岸的海豚的事情。那我一直会在想说，这些上岸的动物或者是寄在台湾的这些野生动物，其实我们有没有换一个角度去想？是用人的角度去思考它，就是当这些人发生权益上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你家今天发生你自己权益上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去抗议，然后去发声，然后去找政府谈一谈。对。可是当这些动物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帮他们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就变成是我很想帮他们发声。那发声的话，就要靠着很多像我们志工或者像教授这样子去做研究，然后把他们的问题归根究底的找出来，让大家去理解说到底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影响它。对，没错，每一个人都有可以自己的角色扮演。那导演就是用影像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教授就是用这个孤独的研究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教授很有趣，因为教授其实是兽医。OK， 然后他也是鲸豚的保育者。你看他跟鲸豚的互动，你就知道这中间是有爱的这个流动，对不对？然后呢，又是鲸豚的研究者。那你看他面对的是情感上面的交流，但是他也面对理性的数据。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年台湾对于一些鲸豚相关议题的讨论？就像在影片里面说到的，对，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真的对海豚的保育或是海洋保育真的有用心在保育，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因为你没有住在海里面。那没有住在海里面的人怎么知道海里面发生什么事呢？那很不幸的，但是也很幸运的，海豚会上岸来告诉我们海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它上岸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死亡了。所以我们在解剖，我们在做研究，都是为了让这些上来告诉我们事情的朋友，他不要白白的死亡，他可以让我们把这些事情要传达给在陆地上的人类，说你看，我们做了这些，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哇，老师，你这段话让我真的觉得，哇，我们在海豚保育上面，我们也很常遇到的就是有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证据不足，还没有办法采取行动。但是我们都认为说，那我的工作，既然你觉得证据不足，那我就提供更多的证据给你看看。那我们经由证据来做一些讨论。但我相信证据永远都有可能不足啊。如果你不想要采取行动，你一直都可以用证据不足当成一个借口。对，所以这是刚刚您听到的那个孤独的研究，有一部分的孤独并不是资金上的孤独，或是人才上的孤独，有的时候是在社会上有可能你是孤独的，因为当大家都想要利用海洋，都用永续利用海洋的名义在做一些保育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我们的角色？对，我们要不要用一个比较像是里长或是乡长的角色来看待我们的这周遭的这群生物们？那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当一个好里长。对，所以透过今天这个投让到线上改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等于是会再一次的理解到，就是我们跟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跟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一直在改变。我觉得也非常的微妙，我们也一直都在学习，对，所以咧也希望讲，你做得透过根本去改分享，本所有嘅朋友咧，
学习重新来定义，去教到自然万物之间嘅关联性。大家做啲很好去关心嘅理解自然万物，所以就你今日讲嘅鲸豚，下後係講拄到上係鯨豚安樣嘅議題，因為做乜嘅家庭老行為嘅時節，做啲老記到平日考量啲度，希望安利咧做啲度安利嘅工業文明、行業生態嘅文明，可能度嘅講便宜，安利下擺見。